當國際大都會連洗個面、沖個廁、開個冷氣都變咗奢華體驗，我哋香港人努力交稅去養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到底換嚟啲乜嘢呢？由7月到8月，由港島東一路爆到去新界西，再由地下水管爆到去地底電纜，水務署同中電輪流喺度搶修大戰。每一次停水停電，官員同議員嘅回應永遠都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話極度重視，全力搶修。關愛隊派水，已經成立專責小組，但大家心知肚明，呢啲唔係不幸嘅意外，而係呢座城市嘅管治體系長期都係重指標、輕維修、重公關、輕實務嘅必然結果。如果連最基本嘅水電基礎設施都保唔住，講再多嘅宏大藍圖，喺35度高溫下冇冷氣吹、冇水沖廁嘅市民眼中，都係冇鬼用嘅咋。嗱，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香港人最近嘅日常生活已經由今日落唔落雨，變咗做今日到邊區停水停電。回顧過去呢3個星期，香港嘅基建老化同埋應變能力，簡直係一浪接一浪。正所謂爆開有條路，嚟緊應該陸續有嚟。我哋淨係講7月同8月都爆到七彩啦！一起步嗰陣，水務署喺維修戰先拔頭籌，由7月20號筲箕灣大範圍停水超過24小時開始。當時新城街水管爆完，維修員又話接駁位滲漏，時間延完一次又一次，由清晨5點30分延到朝早10點，再延到晏晝12點，最終喺第2日嘅朝頭早11點陸續恢復供水。你以為港島舊區特別衰喎？喺7月28號。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地盤爆水管，影響怡豐苑、顯發邨等幾個屋苑。搶修完又發現新嘅漏點，搞到7月30號晚又再停水。點知去到8月3號，青山公路近屯里街同一條直徑600米嘅鋼水管又爆，一直折騰到8月4號朝早9點半先恢復供水。再嚟到8月7號朝早7點27分，北角福音道一條直徑250毫米嘅食水管爆裂。水務署原本話8月7號晚10點鐘搞掂，點知夜晚9點半突然間又宣布搶修難度高，要延至8月8號中午12點先供到水。正當水務署領先之際，點知中電後來居上，喺8月11號凌晨4點22分，元朗水邊圍村地底電纜發生故障，搞到附近大約2400戶喺炎熱夏日深夜全屋冇電冇冷氣，7棟大廈得1棟有電。中電嘅爆發力十分之驚人，水務署見到就嚟俾中電過頭，再爆泄喺同一日嘅朝早11點，公布荃灣海桂路爆咗一條直徑800毫米嘅鹹水管，葵青同荃灣一帶嘅沖廁水即時受到影響，預計要搶修到當日嘅下晝6點。到今日8月12號又嚟多2單，係今日凌晨2點幾，加連威老道近加連威老廣場第一條鹹水管爆裂，大量黃泥水湧出。湧到附近嘅加連威老道同漆咸道南交界，長達30米左右。之後隔咗4個鐘，嚟到朝頭早6點左右，荃灣楊屋道街市對開往葵涌方向快線爆鹹水管，導致一段路面封閉。大家真係俾啲掌聲水務署啦！佢喺2026年7月至8月嘅大維修杯勝出喎。大家放心，水務署同中電之戰雖然唔想開口中，但相信真係會源源不絕咁樣嚟。到底香港嘅基建點解會淪落到未換先爆嘅地步呢？根本嘅原因係地下管網老化嘅速度，早就已經遠遠甩開政府更新換代嘅步伐。香港好多舊區嘅水管同電纜係上世紀70、80年代基建大躍進時期鋪設，設計壽命普遍係30至50年。如今呢啲管線全部踏入超期闊型嘅危險期，金屬管壁腐蝕，喉管接駁位老化鬆脫，喺高水壓同地下微震之下，爆裂只係時間問題。水務署雖然口口聲聲話推行風險為本嘅水管改善工程同埋建構自管網，但執行制度慢到龜速，天氣又咁熱，啲工友盡做都要時間啦。再者，工程團隊往往都係要等啲管線爆咗，先至後知後覺將該路段納入改善計劃。呢種唔爆唔收，爆咗先算嘅被動思維，直接導致老舊基建變咗隨時爆炸嘅地雷。咁深層次嘅問題係香港地下空間規劃嘅歷史欠賬同極度混亂，
正如水務署喺北角同荃灣事故中嘅官方回應所講，每次都喺度掘地搶修，都會遇到中環交錯有密集嘅地下公用設施，甚至需要用人手刮走同埋移除堅硬石層。呢啲聽落好似好合理嘅客觀困難，反而暴露咗政府過往嘅地下管線管理上嘅無能。幾十年嚟，水務、電力、煤氣、電信等各個公用事業機構各自為政，地下鋪線缺乏統一嘅地理資訊系統 GIS 精準定位，更加缺乏前瞻性嘅地下管線隧道規劃。啲工人每一次鑿開條路做嘢，都好似喺暗黑迷宮入邊探險咁。工程人員戰戰兢兢，好驚整斷隔籬嗰條高壓電纜或者係光纖噶嘛，一陣電瓜咗自己仲得了嘅。結果維修時間一拖再拖，工人同市民係硬食晒當初設計團隊嘅求其。除咗硬件老化同歷史欠賬，更加令人質疑嘅係管治層面嘅官僚作風，同埋對承包商監管嘅疲軟。過往唔少爆水管事故，成因都同附近正喺度進行嘅地盤工程有關。工程車輛擠壓、震動或者唔捉老舊管線，往往都係壓垮喉管嘅最後一根稻草。而喺搶修過程當中，部門對工期嘅估算，次次都喺度講承諾恢復時間，臨到關頭宣布延遲嘅尷尬場面。筲箕灣事故延遲咗3次，不過事故直至由當晚10點延到第二日嘅晏晝。呢種對預計員工嘅時間嘅隨意性，真係唔知可以講咩好啦。管理體系習慣咗用惡劣天氣、施工複雜作為萬能藉口，以為出份新聞稿道個歉，派幾架碎車同供水特工隊，再另外送多2支水，就叫對市民有所交代。要真正預防未來幾年可能越嚟越烈嘅水電危機，靠而家嘅政府呢種被動嘅管治思維，真係自己救自己好過啦。但如果點都要講到要俾啲建議政府嘅，首先水務署同電力公司必須引入更高精準度嘅非破壞性檢測技術，例如聲學感應器、地下雷達同埋 AI 大數據預測模型，主動揾出未爆嘅高危管段，而唔係等爆水管造成嘅交通癱瘓先至如夢初醒。其次，更新優次必須徹底公開透明，根據管線年期、水壓強度、周邊人口密度進行客觀風險評估，強制將超期服役嘅主幹管納入優先更換名單。同時，針對新發展區同舊區重建，政府必須硬性立法規劃好地下管線隧道，將水電煤通訊管線統一收納，徹底解決地下空間混亂、搶修困難嘅百年病根。此外，建立健全嘅後備供水供電分流機制，係防止大面積癱瘓嘅最後防線。以屯門同筲箕灣事故為例，一條主幹道爆裂就導致幾萬人停水，反映供水網絡缺乏足夠嘅環狀備用線路同備用水源系統。水務署必須要喺各個分區建立雙重供水回路，一旦主管壞咗，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切換至後備管網，將受影響範圍縮減到最低。一座城市嘅文明程度唔係睇佢起咗幾多座摩天大樓，而係要睇佢哋嘅基建。基建一冧，冇水冇電，工都返唔到啦。明知香港人最鍾意返工，政府咁樣嚟阻人返工，簡直係公然同成個香港嘅核心價值過唔去啊！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片，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